面對大埔火災呢一場重大嘅災難，社會各界眾志成城，支援抗災救災工作，並且對於死難者致以深切關懷悼念，充分顯示香港團結一致同人間大愛。你認為你所屬業界喺今次或者係類似嘅重大事故中發揮咩積極作用，協助受影響居民渡過難關呢？各位香港嘅市民、各位選民，我自己嘅直屬嘅界別啦，就係愛國嘅團體成員啦，一直以嚟咧都係支持香港嘅繁榮或發展咧，係有重要嘅支撐嘅力量嘅。近日發生嘅大埔嘅火災事件啦，達成留意到有關嘅全國性嘅團體同埋成員咧，都係積極咁參與一啲社區嘅救援嘅工作，喺社會上都發揮咗重要嘅支撐嘅角色。首先啦，愛國團體有廣泛嘅一啲網絡啦，同埋動員嘅能力啦，能夠第一時間去組織一啲義工隊伍啦，包括青年義工啊，或者一啲退休嘅專業人士啊，進入去災區嗰度去支援啦。呢啲甚至做一啲跑腿啦，嗱，青年最叻㗎啦，做跑腿嚇。咁呢啲工作我諗相信都係我哋作為全國性團體咧，係可以發揮嘅力量。我好記得咧喺疫情期間啦，達成留意到我哋青聯為例啦，都發動咗一啲關於青少年嘅抗疫連線啦，動員好短時間入邊動員咗超過1000名嘅青年咧，去參與一啲前線嘅支援嘅工作，例如派一啲急救包、支援包去到啲有需要嘅家庭啊咁樣啦。呢種同舟共濟精神咧，正正係我哋嘅團體可以發揮嘅一啲力量嚟嘅。咁此外啦，我哋嘅成員啦，都係我見到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有資源出資源啦。喺全面咁去協助我哋啲災民渡過難關啦，甚至我見到啲傳媒報道，亦都講到我哋唔同嘅協會組織啦，例如我哋嘅中華聯誼會啊，或者全國青聯啊、婦聯啊等等，都係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嘅。另外啦，我哋其實喺災後嘅重建工作入邊咧，亦都可以去參與好多嘅，例如可以結合我哋喺內地學習到嘅一啲基層治理嘅架構，可以去了解點樣去融入喺香港入邊，去協助我哋嘅地區治理入邊有更好嘅一個防災嘅能力咧。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積極去參與嘅。總結嚟講啦，愛國團體同我哋嘅成員同業界都可以入邊發揮重要嘅角色啊。透過我哋嘅資源嘅整合啦，同埋一啲策動力啦，亦都係為政府嘅救援工作提供咗好重要嘅一個補充力，展現咗我哋一種叫做一方有難百方支援嘅一個精神，亦都展現咗我哋守護相助嘅精神。請大家珍惜一個改變嘅機會，支持我哋青年嘅聲音進入議會，支持青年愛國者嘅傳承，票投1號黎達成。多謝各位。